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恁爱先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这物件拢要加互恁咯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忧虑，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忧虑。一天会难处，一天担当就够啊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33节、34节。恁爱先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这物件拢要加互恁咯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忧虑，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忧虑。一天会难处，一天担当就够啊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33节、34节。所罗门王是一位富强国家的君王，伊不但地位真悬，权力真大，伊也真有钱。伊因为安尼，就会当随心所欲去享受。伫伊年轻的时阵，伊认为伊家己是一个一生真幸福的人，生活得真有意义。但是伊年纪渐渐老迈的时阵，伊的心渐渐就冷静落来，伊就回头看伊的一生，看伊家己所行过的路，伊所享受的一切，看到伊家己，才知影讲，这一切拢是虚空，拢是掠风，无啥物意义啦。真侪人也亲像所罗门王同款，当伊年轻的时阵，用尽伊一切的智慧、能力，想尽办法要趁钱。若趁到钱，就真情去甲伊享用。但是当伊到年老的时阵呢，知影家己伫世间的日子已经无济啊，敢若亲像太阳已经开始落山，欲望也渐渐减少啦，头壳也变得比较较宁静。因安尼，伊会当看清楚这一切拢无啥物价值咯。这则圣经主要所甲咱应允。讲咱毋免为着明仔载忧虑，为着明年来忧虑，甚至为着一生伫咧忧虑。有当时常常忧虑到100年以外，有诶是为着行行顺顺诶事伫咧忧虑。敢若亲像一句俗语话安尼讲：人生不满百，空怀千岁忧。咱应当先求神的国，甲神的义，求信神的救恩，行真神的旨意，毋通为着明仔载忧虑。你就会成做世界上上幸福的人啊！你就会当伫所行的路上顶面欢喜跳跃，幸福敢若亲像一只赤鸟啊同款，美满敢若亲像一蕊百合花，连所罗门王也比袂着你心中对主耶稣所来的喜乐甲平安。恁爱先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这物件拢要加互恁咯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忧虑，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忧虑。一天会难处，一天担当就够啊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33节、34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在南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